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，为着要互咱有自由，基督已经有甲咱透放，所以着徛在，毋通阁受压制、做奴隶。我保罗甲恁讲，着注意听，恁若受割礼，基督就对恁拢无利益。我阁一遍甲遮个甘愿接受割礼的人警告。这人有义务遵守全部的律法。恁才会想要靠遵守律法得到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是甲基督断绝关系，失去上帝的恩典。阮迫切伫听候，仰望上帝，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这个仰望靠上帝的神对神，才会当实现。因为咱若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有受割礼也是无受割礼，拢无要紧。要紧的是有听的行动，表现出来的信心。恁已经做了真好，是啥人甲恁阻挡，互恁无顺服真理？叫恁安尼做，毋是迄位呼召恁的上帝。俗语讲，一xuất仔教母为何规个面丸发起来？伫主的内面，我相信恁袂甲我有无相同的想法。遐会伫扰乱恁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一定会受上帝责罚。兄弟姊妹，我若继续传着受割礼，是安怎？我还伫受迫害。我若安尼做，基督的十字架就袂成做阻碍。遐会伫扰乱恁的人，宁可家己掩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恁是要互恁自由，不过毋通互恁的自由变做放纵私欲的机会，着用贴心互相服务。因为全部律法包含伫着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这个诫命，着小心。恁若还伫三加三吞，会互相糟灭。我的意思是，恁着照圣神的引带生活，绝对毋通求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因为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神，圣神对抗人的本性，这两个互相敌对，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。恁若互圣神引带，就袂受律法控制。人本性欲望的行为真明显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好色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敌对、斗争、嫉妒、受气、自私、结党、分派、怨妒、酒醉、花天酒地等。我以前捌甲恁警告，即阵搁一遍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。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，做伙钉死伫十字架。既然咱靠圣神得活，咱着顺趁圣神来生活。咱毋通追求虚荣，毋通彼此激气，互相怨妒。